爱情，迄款该伤害泪稀，留下孤单该最爱。不是爱跳故日该命运，造成爱离开，爱上有原因爱袂转来。 流浪的心情，无意来探讨，世界安排，世界安排的你了强悍。流浪的错点，转来改查，那黑马萨，让爱改命一辈子流浪。流浪的心。 你敢做阵唔好阁按人情？迄阿春伊好心sử用，计条的生意，将迄计条零衫唔抵阿春伊嘅酷刑，还用一条嘅污费，怎会做成根本嘅问题嘛？有数造成问题，所以因为真有问题啊。问题做得解决啦。跟你大声用一种。 我做的老太家讲，请迄太家唔好多地久，计条生意还做得继续流动民俗啊。就算计条生意来留下来，其实要无法度继续回到民俗来做生。而你查课，你无法度经营下去，计条生意来个学费，还有生活费。 不用改善。学费嘅问题，我做得老太家补习吧。像我太家哦很善嘛，成绩优秀，做得那奖学金，按用负担应该唔会太大。你会想看哪样？一下由政府的社福团体建议，就算按你的输入是合法的，按你没有够事前，请给到专业的人员。 你阿条都是有钱的呢。我做得过去寻条路来做啊。之前你面上已经欠赔钱单的债务咧，你下要经过媒体的报道，几条银行已经唔会借你钱，连之前你借的钱，佢哋还没有拖转去呢。你知道你哋去检查，咁做得解决问题。那条事哦。 没赊个钱，反正钱做得解决的事情，就系赊嘅事情。像我记条零衫唔好个抗议，我会想办法去请钱嘅。蔡老板吗？我有件事想找你谈谈。我都听说啦，卢议员跟那些左邻右舍实在是太过分了啦！大家都邻居那么久了，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？亏我之前还帮阿慧她老公介绍工作，这些人还是不是人啊？那就全部都会本人送走咩？你就唔识笑啦。
请我呀顾好，好交给功课就好嘞。春怡呀，民宿被那些人这么一搞，都没生意啦。就算他们想要过好课业，民宿没赚钱，他们怎么念书啊？小妹，你用没啊？小妹，春怡，我先走了。小妹，你用没啊？做乜嘅敷衍一生人做從來啊？俺是唔得安尼，草地嘛個事都唔做。姑嫂咧，你有想到其他嘅方法嚟未？我想要透過了歌行寫俺嘅感情，利用名錄嘅力量，冇聽說是得用法統連書嘅方法，讓大家冇分開啊。是命阿姐講嘅錯，我要做題天數來查用嘅本體之家討厭本人使用係合法嘅，等來查出來，俺就做題照給條嘅條件去上網。當好小友，落來咯。唔好按用講啊，是命阿姐，我也係亞威嘅一份子啊。我咪讓我28歲啦，我20歲真係弄個基金啦。好咧，莫講咧，我走完咧，莫講咧，好咧，莫講咧。基金買錢本來就係留本來嘅啊，我做乜嘅你還總得用啊？我建議係按我老公講九遍哦，你睇下咩長老律師通過天法咩？你要繞去留本嘢為啥呢？我等到你20歲之後啊，將做得用誒。我又沒偷你錢，沒搶你錢嘞，你還馬上就冇資格去用呢條錢啊！總經理，客戶已經在會議室等你了。好，馬上過去。你爸，我最近有事咗，張先生先拿掉我錢來用啊，拜託你停手啦。哎呦，你又唔明啊，係唔係停少你嘅問題啊？你到底談你什麼啦？哎呦，是你啊！你把個條橋冇看到你嚟啦，一下個心意睇得起，你係暗藏面要叫我嘅聲音咯，你係開咗你叫嗌啊，係會困你了。不過呢一件事情咯，唔係你幫唔提醒你哦，實在係因為呢係法律嘅問題啊。你就根本冇想參愛啊！你就搬唔到愛把愛妹來吹散，得唔到半點好處，就冇想參愛啊！一禮拜讓我調到35卡，下禮拜又讓我調到85卡，你就讓我調來調去，根本冇影響嚟參愛啊！我又唔係研究。我就咁樣做係為到幫你脫離吧。韓國哦，特徵嘢啦，你係新疆基金地圖，繼續幫你嘅人用錢啊！你哦，攞其他成員都比起來呀，你係錢源哦，多加錢多啦。地著韓國哦，未冇裝備為到你面頭前，講你留面線，你咪係你愛嘅啊！係你就被人惡嘅啊！馬上做得俾你聽通啦！韓國啊，中港語記啊，你呢下先發哦，按歡喜吃菜啊，攞其他嘅成員都比起來呀，你哦幸福到咧，係誰哦？我係開會咧，冇重要。
罕有嘛个事情啦。二爸，你敢做的现讲爱情，我汉爸袂愿意啦。乜噶？你聽我講乜噶？聽世上咧，我冇談到。拜托你爸，现讲爱情，我汉爸袂愿意。哦，實在難得咯，係講你跳擺師弟講，我對我尊敬到客氣到啊，咁咪前好咩？了錢哦，那去啦，唔是二萬啦，我為同你下張嘅人用錢地都扣啦，到時啲咯，唔好講二萬愛壓差咯，個錢財嘅管理嘅概念啊，係充實水培養嘅，那呀。嘿嘿，我係開會咯。唔好啊，再個浪費時間留你頭頭人。你也唔通來講啊！硬嘅你創，我已經講得當清楚嘅。若面對嘅問題，出可以解決。盧議員，你做得天數，拜託大家，本來就較多條嘅時間，將社會叫人小可通用到嘅，拜託你啊，盧議員。唐先生，你作為咧先生嘅人，應該也素養咁有合法係民法嘅問題。唔但你喺我出面去講，也就會行後門搞鐵嘅，也唔係你做先生嘅人應該講嘅話。親啱嘅，我冇數。盧議員，盧議員，盧議員。林太太，我是唐先生。紧走啦！你一天来3、4届，你吵死人呀！你唔紧走，叫警察来你抓，紧走！吵死人，吵死啦！哪位？陈先生，我是唐先生。老师啊，你不要再来了啦！那民宿不合法，就是搬出去嘛！一天来那么多次，你烦不烦呐？不要再来了啊！陈先生，你听我说嘛。你来一次，我破一次，看你还敢不敢来？晨晨，给我出来！阿磊，你冇人用啊！哎呀，做唔到個有麻煩啊！拜託你落去陣好冇？啊？冇，你相信嗎？超有神情，聽說做得咁通人嘅，韓國冇試過奶，因為啲佢哋很殘忍，很殘忍。就算哦，長存一副卡嘅人。很相愛，阿春就有希望，民宿就真得生存下來。我真冇去相信啊，嗰啲人全部都係冇同情心。聽說會有人自殺春嘅。你係唔係有同情心，也係冇同情心問題啊？你看人一樣誒，哎呦！我要笑呢。阿磊，我做得做嘅，像有一條，你唔係強用嘅，未用屬於自家嘅方法解決一件事情。雖然哦，冇人愛講，唔講愛啲啊，
故说你要本来尽一份心力啊。你看，我身体真好啊，你唔是说啊？我哦，看到像牛样的哦。一个新的好人用的腔样，很啱學啊。上夫，福利莫少妙。好啦，唔講加轉去啦，看佢條聲音嘅，還有阿翠兒，哎呦，真見還係真少見到嘅。竟然係咁樣一家一夫去講啊！錯啊！哎呦，想去聽聽政府開嘅路況，再試看下。再講哦，你看，我全身都耷落嘅，看起來敢係真感動人啊！想哦，這條連紗可能較容易俾我感動啊！講錯冇啊？講加轉去啦！更加適應到。好啦。那个世界多一个上天人缘啊，更一堆同情。條蝦將要阿姐下來，咁係阿姐邊個呢？做咩啊？因為啱嚟唔睡冇啊？我哋等太子啊，幾年都冇看到佢啊，佢出去有冇講佢去哪？唉，太子哦都幾多歲咧，你哦冇大伯都按緊張啦。唉，經過了這個事情啊，太子啊幾經太了啊，唔是笑啦，總係哦要幫佢去啊。感覺你要一日到晚攞佢鎖啲順風，你怎會安心啊？迄話唔係按樣講啊，也係個情形無強樣的啊。係講老祖條個來的啊，前年如何打太子樣個啥喏？係講有年無喜歡太子打佢樣個啥喏？最近哦，太子嘅運氣哦唔好。太子嘅運氣哦好也唔好，還是唔啲啦。不過我哋一啲對我面色哦，似唔好咧。哎呀，你冇事情啊！阿明咧，太子還冇轉來啊，我冇安心啦。我看哦，我喊起哦去天氣較好咧。哎，做咩啊，迄哆來咪哦，幫你照顧一下，我去哦天頓轉來哈。啊，好啦，那我去送做得了未？做得。奇怪咧，俺不也係用呀，搭3年都燒牛呀，俺啱紅咧，來都來唔切到。陈经理，你到底行不行啊？不行的话就回去休息呀。你累了一天了，不要在这里逞强了。师傅，我还可以啦。身体还是要顾啦，不要为了赚加班费摔一跤，连赚医药费都不够，这样值得吗？谢谢你啊，师傅，我会小心的啦。你真的可以吗？你已经超时了耶，万一出事情的话，我也要负责嘞。师傅，我说过我可以的啦。
拜托你再让我多做一点好不好？好吧，那你就小心一点啊。嗯。 2770。阿磊，哎，局长，你有没有看到大字啊？这干嘛？这个啊，是我今天赚的钱，以后我会把每天赚的钱都交给你。哼，你发什么神经啊？你自己不用吃饭，你不用养你老爸老妈。 我家的事你不用管啦，民宿现在缺钱，你们的事就是我的事啊。哎呀，我家的事啊，我自己会解决，而且拿你的钱，这像话吗？你怎么那么见外啊？我们认识那么久，你还把我当外人？要不然我可以把你当内人哦。我知道我们不可能啊，我也没有要跟你在一起的意思，你不用紧张啦。我们的感情早就超越一般人啦，而且我橘子还怕没人要，这钱就当是我借给你们的好了。啊，你如果觉得不好，那就当做我投资民宿啊，以后我就是你们股东了，这样可以了吧？哎呀，橘子啊，你的好意我收到了，真的谢谢你。不过现在谈入股的事情还太早，我要去打大字了。橘子，真的谢谢你。 好有电力，好有魅力，好 man 哦！唔敢唔知你今日做乜嘅？你阿都幾多點呢？你今日做乜嘅？ 会这样想哦，家存到钱，天数民宿都过一班难关啊。假使你真見哦，而天數存疑，而你阿都讓人來賺，好好老是唔是哦？標的土鼠檔吼，莫個不出意思。錢嘅事情哦，係要解決啦。阿瑞哥，所有嘅事情哦，都會因為愛才會有嘅啊。係講哦。 每個時間我冇想清楚，就答應一條事情哦，也唔會發生啊。呢件事情哦，你已經討論過咧，你係為咗叫什麼啊？叫什麼哦？有千多方法，不過我係用暴力的方式去解決。也好，面對民宿，一系列都冇平安咧。 很不迷上嘅咯，按上網嘅老係出師傅，人用嘅做得終於讀書啊！阿瑞哥，我嘛想去清掉成立啊！你做乜嘅連一條機會也唔本愛啊？你老人之間哦，想到特別態咧，跟民宿嘅問題，老人根本都冇關係啊！而家都讓人來轉。 唔好嗰部出意思，佢冇看到伊，根本都衰唔停點喎。讓我落去轉啦。迄個愛到本人送到冇kyung嘅寄養家庭，你知道係有乜人衰落高啊？阿瑞哥，佢愛副卡誒，你點我啊？總共哦，係冇想嘅一萬人，本人打三鐵啊！ 4個月已經太冷了。所以清流布不用送了啦。没关系，
所以我真的很感动，也很感激你为了这些孩子付出这么多年的心力。但是我希望你能了解，我们不是站在刁难你的立场上。爱迪啊，我知道你们不是刁难我啦。现在不光是领养的问题，就算是完成领养的手续，你觉得对他们这样好吗？有哪里不好？我知道你们经济上有问题，这个困难我们可以解决的。春怡，你为什么不换个立场想一下？我们一起努力，帮这些孩子找到适当的寄养家庭，有更好的求学环境，更好的照顾，这样子也可以减轻你的负担啊。这样不是两全其美吗？你考虑一下，过2天我再来听你的决定。谢谢哦，再见。我不要。阿翠，我冇離開阿 V， 我老二還有阿瑞哥喺度強下。我嘛係。捱看哦，有冇寄養家庭可以捱啊？既然太搞到我流落來，我當然要聽書做伴啊。那麼阿全兒會當冇閒呢？所以有冇想要留分開？所以，好了，冇叫了。哦，夏一磊，夏一磊，你给我出来！夏一磊呢？阿磊哥在吃早餐。高手鸟的喏。阿春怡，这高速用啊用欠都要死啊！用的喏，唔得头去叫啊！冇事情啦，来去看一下迄高手请阿瑞做嘛个啊？你要欠他爱。夏一磊，你搞什么鬼？这是摇滚的精神吗？这是创作人该做的事吗？你为什么跟差雅宝签约？你搞什么鬼啊？这是我个人的事情。夏一磊，你高手，发生什么事啊？这个笨蛋，他不接受 Eric 的邀约去日本也就算了，现在竟想咆哮我们这些团员，跑去跟那个像吸血鬼一样的蔡老板签约，还要出什么口水歌专辑？我现在创作遇到瓶颈，写不出歌来。现在有伯乐愿意帮我出专辑，这是难得的机缘，你们应该恭喜我才对吧？我吃饱了，你们各自忙各自的吧。阿磊，你的理想去哪里了？你的坚持去哪里了？你这么多年的努力，难道就要放弃了吗？你给我回来，夏一磊！你不知道我们都在等你回来吗？你现在是怎么样？你给我回来！阿瑞，也係你解決問題嘅方法呢？外地你喺呢度簽約見，
又要签约金，民宿的债务就做得签字结结，要做得倡导专业的教育人员。不过你按用牺牲自家的梦想，迄种你根本无想要做的事情，你久久都唔会欢喜的。晨晨啊，伊拢个想做太美态咧，迄彩条家哦，大面本来明年艺术场嘅表演咧，韩国将出外亮神，又做得拿费钱，你按落去机费哦，我因为做得风险咯。你根本就无想要冲口水歌，你莫个偏爱咧。晨晨啊，你系喺我下玉雷东山再业亲后机费呢，我系用清醒的姿态哦，去你堂中的面前，你看风一得位啦，莫咪对俺比情好吗？阿瑞，你讲法了技术很差哦，也个戆固。阿瑞哥最近写唔出歌的哦，我说佢早下去创片人写嘅歌的，你按用没？你天俊还戆动啊？唔过啊，你是到阿瑞哥当伊练吉他、写曲儿，佢真紧会写唔出来哦。讲尾佢知道佢写嘅青饭堂，我说就唔写了。你知道会动饭堂哦？唔会啊，该出错啦。阿瑞哥哦，会做几件无想会做嘅事情哦。听说个味道民宿，味道他自家。敢讲最近无其他方法了？我有办法。太子，你等下。咱来做嘛？老到数本人集团，我要开欠，我同讲，我唔爱啦。龙医院呀，全都跟挨唔错啊！请唔变个查克，变个挨掉太子家好无？迄讲公众限体嘅钱，挨硬哦本吉打，唔讲打几多钱哦，挨都唔会还输嘅啦。也下迄样嘅啦。唔过我卡人准咩唔清楚，都带关键喺哪？关键唔免挨，也唔免下来嘅，唔清楚啊。下来嘅问题，唔免看人家就亲面原因，佢喺系统，会怪呀，就怪人家都唔真知，没最简单嘅问题。而我挨嘅为做，都做得，马挨、大挨，挨都冇要紧。不过，像伊老其他阿叔阿姨讲，唔好叫做挨掉，去出本民宿做生意好冇？拜托伊。龙议员，拜托莫同人能计较，同人的天数。拜托你女阿叔，拜托你天数啦，那就听说会过好嘅，你就唔好按计较。错啊，你会挨掉做乜嘅都做得啦。唔要就按你去做乜嘅咯？我咪过家嘅。我也冇法度做喺佢身邊呢。迄個我冇阿春姨，冇查克，我就冇副卡嘅。
我跟阿妹已经目标唔记得我咧，笑容也无地方去咧。阿春对我就真好，我就会想办法帮助阿春赚钱嘅。拜托你，罗叔，拜托你。你咪每高唱一起安用，本亲切看到唱每个垃圾强浪，跳过来跳过去，我终于了解，我冇离开你啦，卢先生，拜托你听说我能，你就是安东尼，你听就是在听说我能呢，拜托你，卢先生。陆先生，拜托你，拜托你，拜托你。人家就安尼冲目嘅样嘅啦，本人看到，冇諗到我欺負人家就死人，放起來，放起來啦！你答應啦嚇？我做得拿特太子黨啊，拉嚟提供。我要做得老媒提供，之前全部做嘅武費。容易嘅，是夢兒。是夢兒。我可以前上莊留莊幾多嘅人講，本民宿解敗機會。不過我也冇辦法解決人家就經營不良嘅問題。阿春兒欠人嘅錢還係愛還。主品也就幾個死人咧，讓我有辦法繼續經營民宿咧。容易嘅，你那講看聽書，我能讀懂翻譯咧，按落來咯。小勇嘛嘅都唔會，不過小勇會行下什麼如阿叔你聽說來的。其他嘅哦，我哋各位想辦法，真嘅是夢兒。好啦，我轉移啦。愛子誰哦？子誰？小龍做乜嘅呀？有沒有因為買人嘅 VSV 咧？真緊啊！出去做車啊？根本嘅問題我看唔出來，我要來回答，張老給講家事。好，冇問題。哎，你哋做乜嘅啊？太子，你下頭講去做人工，天時暗熱，大件好出好呢？你用乜啲啊？我怕人聽定啊！真嘅係假啊？當然係假嘅，按我。仲講身體要照顧好來哦。想唔到阿杰竟然同自家嘅寶貝拿出來捧賣。之前我感到知道
因做嘛个按衰？天公伯做嘛个会不因能拄到按多麻烦事？真个迄太无公平咧。不过，了今日我个心情较安定咧。唔知迄嘛个原因么？唔知啊。不过吼，我老年的感觉有着迄冲呢。也今日我嘛亲像无按放纵的呢。我想当到，我知道大家拢太好咧，笑容比头摆较坚强，而且嘛较愿意付出咧，唔会同头摆强用，同大家有距离。连我哦，连铁齿讲硬靠嘅人，嘛愿意拜托你咧。我哪有铁齿讲硬壳啊？有。我的牙齿哦都是正经的，哪有铁的啊？你很冷哎。可能哦，讲会错啦。我学好一种，他自家味道一看事情哦，向下大变的感觉。我嘛知道，我每个会顾顾细细生意的。本来都唔係一概人啊。小龙，你嘛是这里边安泰啊？你兩屆做乜偷聽人講法？你本來就唔係一個人啦，你很有愛啊！我愛你，太子。你竟然動機車誒！冇個講嘅啦，太子，我愛你。冇個講嘅啦，當定然後啊！好。苏梅啊，去捡风水啦，唔记得必水哦，要还到哦。喂，苏梅啊，真见得假啊！出波啦！出波啦！好起来啊！出波啦！苏梅，冲起来！哇，咁真嘅听咩啊？我都嫌出波咧，硬做几水哦。苏梅啊，做去捡风水哦，较舒爽啦。苏梅啊，佮出货我讲说啦，你唔会为着咱按说的事情，咱会计较咩？苏梅，苏梅，莫搞你啦！苏梅啊，苏梅，苏梅啊，你叫咩啊？苏梅，心怡，心怡，心怡姐姐，橘子姐。你买这么多是要给阿春怡的吗？对啊，给春怡补一补。这些中药材啊，是我一个亲戚在卖的啦。医生说吃了可以增加免疫力、补血养气、增加营养啊，很容易煮的啊。你只要买只鸡或鱼，加水炖就好啦。谢谢你，橘子姐。哦，还跟我客气什么啊？虽然我跟阿雷当不成男女朋友啊，可是他把我当自己妹妹看，我也早就把你们当自己家人啦。橘子姐，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春怡他们还没有回来？他们昨天晚上就去医院了哎，我们又不敢打电话吵他们。医生要安排时间才能详细检查吗？要不然阿春怡在医院休息打点滴也要时间啊。可是阿春怡没有回来，我都睡不着。橘子姐，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春怡她会突然昏倒？一定啊，是你们这些小毛头太让春怡担心啦。加上最近查课又有些问题，春怡的精神跟体力才会一下子负荷不了。哎，
你们忘了，之前春雨的身体就有些问题啊，医生还要她追踪治疗嘞。阿春怡在我们面前都装出没事情的样子，她心里一定很煎熬，却又不肯跟我们说。其实平常都是阿春雨照顾我们，提醒我们这个，提醒我们那个。我觉得我们真的很自私，根本就忘记阿春雨最近身体根本就不好。橘子姐，你带来的这些东西，我会弄给阿春怡吃的。所以说啊，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。哎，我好像用错成语了，我回家查一下。想闭上眼睛，微风在轻声细语，唤醒心中那些沉睡记忆。花瓣铺满了一地，就像往事的脚印。我终于又回到这里，大海让我拥有蓝色的勇气，不用怕晒散了一天的雨，晒散了一天的雨，不管还会有多少风雨。是你陪我欢笑和哭泣，一起守护着许下的约定。不用怕晒散了一天的雨，晒散了一天的雨，不要害怕暂时的松开的记忆，有一天我们会在花树下相